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是7月27，到咱拜二的时间，上帝帮助咱，互咱逐工我靠上帝话来行，伫黑暗的环境当中，依然有光来光照着咱。上帝来引带咱，互咱头前的路，拢有主上帝家己来引带。咱今仔日所看的圣经伫罗马书15章，罗马书的15章22节到33节。罗马书15章22节到33节，咱若有圣经，请咱大家掀开圣经来读；若是无，请咱会当来听牧师伫遮来读这段圣经。罗马书15章22节到33节，因为安尼，我侪摆拄着阻挡，袂得通就近恁。若是现今伫遮个地方，无阁有所在通去，已经侪年有羡慕要就近恁。听候我去士班牙的时，因为我望经过的时见着恁，大心甲恁交陪，寥寥仔满意。后来得到恁送我去遐，总是现在我去耶路撒冷供应圣徒，因为马其顿、阿该亚人欢喜三甲伫捐献帮赞耶路撒冷圣徒中的送香人，因真正是欢喜，却也是欠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三甲有份伫因神圣的代志，自然着用肉体的事服侍因。听候我做完这个事，将这个捐款交付因明白，我要对因遐去士班牙，我也知就近恁的时，要有基督丰盛的祝福煞去。兄弟啊，我对咱的主耶稣基督，也对圣神的疼，劝恁甲我同尽力，替我祈求上帝，救我脱离犹太地遐个无顺服的人，也互我为着耶路撒冷所供应的事，得到圣徒接纳，互我对上帝旨意到恁遐有欢喜，也甲恁三甲得到安息。愿赏赐平安的上帝，甲恁众人伫地。阿免。兄弟姊妹，咱今仔所看这段圣经是保罗写互罗马的教会遮个兄弟姊妹的书信。当然，罗马的教会并毋是保罗去建立的。罗马教会伫保罗还未去到罗马进前，就已经有建立教会伫罗马这个所在。总是保罗有一个心志，愿意来去到罗马迄个所在，来去拜访遮个兄弟姊妹。总是保罗先生伊早着真侪遮个教会的捐款，要去帮赞较弱势的教会。当然，若是照伫圣经的历史。伫即个古早时代教会历史的内面，迄个时间伫耶路撒冷的教会有真侪趴园，有真侪即个送香的情形，有真侪即个无法度正做的情形，所以有真侪的信徒拢伫艰苦的代志的内面。所以保罗先生早着真侪教会的捐款，但可起来帮赞伫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遮个信徒，互因会当得到帮赞。所以对遮咱来看见，真侪教会用着疼心，用着因会当来付出的，来请保罗先生来早着遮个捐款来去帮赞着真侪伫其他所在有欠缺的教会，并且保罗也安尼来要求遮会众来代祷，无论是会当去避免着甲遮犹太人的冲突，也是关系着遮个捐款的代志。伊拢爱望咱的兄弟姊妹会当来关心，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靠着祈祷，靠着关心，咱也甲即个保罗先生共款去做遮个圣工。所以有当时咱讲祈祷，并毋是敢若亲像咱伫遮祈祷所以咱无去参与着。祈祷就是一个参与，祈祷也是一个帮赞。当咱的传教者，咱的宣教师因伫远远的所在时，咱会当伫遮为因来祈祷，
为因来捐献、为因来帮忙的时，互因会当找到遮个捐款，会当去帮赞有需要的教会、有需要的人的时，这也是做上帝的圣工。所以，仰望上帝帮助咱，互咱知影，保罗先生伊找到真侪人，遮个内岛找到真侪人，遮个捐款，真侪教会捐款，找到真侪人会当来帮助伊，互伊会当来去进行遮个事工。所以进行事工，并无一定是咱会当伫第一线来参与，有当时咱无一定会当伫第一线，甲遮个宣教师会当做伙伫遐来做遮个事工，总是咱会当透过祈祷、透过关心、透过咱的捐款来帮忙伫圣工的内面。所以，希望上帝帮助咱，互咱有剩的时，咱会当来帮助伫遮有需要的所在，特别是较弱小的教会，也是即个福音欠缺的所在。互遮个传道者、宣教师，互因伫遐来进行遮事工的时，无有欠缺。希望上帝帮助咱，互咱手会当做，会当来帮助真侪人。上帝来帮助咱，平安。